剩无几天，就要甲2023年讲再会，咱要迎接2024年啊！美国纽约时报的广场，当年在下年倒算的时间的时，拢有一粒大粒的水晶球。即马水晶球嘛已经完成测试。今年水晶球电火倒起来时，会看到甲地暗棍啊、啾啾的这个图形，因为时报广场的地形就亲像啾啾同款。也那另外一个头一个迎接新年的国家是澳洲，这届澳洲有12分钟的宴会表演。5, 4, 3, 2, 1, Happy New Year！ 迎接2024跨年的水晶灯球金喜事，时报广场跨年活动为西元1904年就开始，1907年头一届利用水晶球降落倒算，将近120年来跨年活动拢是全球的焦点。今年的设计真特别，由2688块大大细细三角形的水晶片做成水晶球，点到的时阵会出现啾啾的图样。因为时报广场的区域外形就哪亲像一个啾啾，也有曼哈顿中城啾啾的称号。今年跨年倒算，就以啾啾做主题，来向时报广场致敬。 Dark bow tie, you'll see a big blue bow tie. Now you see sort of these golden bow ties that have come across. We got hundreds of bow ties. 2024 is going to be a great year, and I'd like everyone to focus on the positive in 2024. We've had a lot of negative in 2023, and it's time to look for the good, not the bad. 另外一方面，南半球的澳洲是全球头一个迎接新年的国家。雪梨的跨年烟火秀，逐年拢吸引全球的眼光，差不多有4.25亿人同时伫看。现场原来有100万的民众同时迎接新年。雪梨市政府宣布，今年的烟火秀用原住民元素，佫会结合着 AI 科技所设计图，包括甜甜圈、花、鸡龟啊等等，会上伫雪梨港湾大桥顶。13,000 aerial fireworks. 36,000 ground-based effects. We'll have a crew of 50 people working over the 10 days, prepping each of the locations to make sure New Year's Eve goes off at midnight. 当地民众讲，希望2024会当为世界带来更侪和平、包容甲理解。这场有12分钟的表演，也包括各种海狸壳形、土青形的烟火，佮同时要庆祝雪梨歌剧院50周年。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。